層層疊疊嘅灰色，建構出我哋寄居嘅浮華。高樓大廈，有時陽光普照，有時密不透風，有時冷漠得令人難以感動。每個人走過嘅路，千回百轉，但係佢哋留低嘅足跡，又有幾多足以令你停步回望啊？而時間對於每個人嚟講都係公平，隨住命定嘅指引，我哋必須經歷生、老、病、死。我唔怕老，我唔怕死，我怕冇健康啫。我覺得人老冇關係嘅，最緊要個健康好。但係始終都會，當你接近行到最後嘅時間嘅時候，你始終都會有一段時間係冇健康。咁嗰段時間就正最需要人哋支持嘅時候。風景流動，景物每日依舊，故事嘅一切都係活喺我哋呢個時代。不過佢哋嘅年代已經唔會再翻嚟。好想用一個咁嘅故事話俾普通人聽，或者話俾某一啲人聽。其實老人家佢都需要愛嘅咁。差唔多2年前咧，阿 Roger 就即係阿李恩霖咧，我同佢以前咧就係女人40嗰陣時合作嘅，佢係嗰套戲嘅製作總監嚟嘅。咁佢就話佢有個 story， 咁佢問我有冇興趣拍。唔知點解有個 urge 咧，要講一個故事。土姐嘅故事係講一個少爺仔同個老工人嘅一個故事咯。經過咗一段時間，嗰個少爺仔身邊嘅家人咧，不停咁離開呢個香港，去到第二度移民啊咁。喺個生命裏邊都剩翻呢2個人。咁呢2個人久而久之產生咗嗰種感情，但係大家都唔知道，有一個咁深厚嘅感情喺裏邊咁，一個咁樣嘅真人真事嘅故事。桃姐嘅關係咧，雖然冇血緣，但係唔等於係佢會少啲咯。又鍾春桃祖籍台山，自小寄養喺一個澳門嘅家庭。喺生活最艱難嘅時候，佢遇上 Roger 嘅祖母，輾轉之下帶嚟香港，成為李家嘅小工人。當時佢只係13歲。我對佢嘅感激都一樣，係即係唔係2個字可以包含咗喺裏邊，而係嗰樣嘢係大過2個字可以講出嚟。我睇咗嗰啲 material， 我就其實就覺得好感動嘅。佢入邊好多嗰啲 elements 咧，都係我好熟悉同埋好有感覺嘅。其中一個元素咧，就係講嗰啲老工人。我自己屋企都有個老工人啦，咁但我好耐冇去老人院探佢，但係我都對佢係好親切嘅咯。桃姐咧，佢係一個住年妹啊，住喺嗰啲人哋嘅屋企裏邊，咁佢哋得到嘅待遇咧就係話佢哋有得食有得住，可能1年咧有做2至3套衫俾佢啊，同埋可能係每個月會俾5至10蚊佢咁樣，咁佢哋就喺嗰個屋企嗰度咧就係學習點樣做工人啦。咁佢嚟到呢一個家庭嘅時候咧，佢係視呢個家庭為佢自己嘅家庭啦，咁所以佢好鞠躬盡瘁嘅。屋企人已經當咗佢係一份子嚟㗎啦。
桃姐本身咧係一個好有要求嘅人嚟嘅，例如佢自己係學做整麵包㗎。即係喺以前嚟講，中國工人唔會咁做嘅，但係佢會嘅。譬如佢服侍阿 Roger 咧，係真係無微不至㗎，甚至係話佢食嘅嘢咧 ，Roger 食嘅嘢咧，一定係要食新鮮嘅魚啊，新鮮嘅菜，可能2斤菜係搣埋得冇6兩嘅啫。佢服侍周到嘅狀況咧，佢就好中意 please 啲客人嘅。嚟到食飯咧，就不斷咁樣有餸拎出嚟，去到第9、第10味咧，我哋要停止佢，唔俾佢再拎餸出嚟食。我就唔太主張人哋稱呼屋企嘅幫手為工人啦，因為叫佢哋做工人就好似好貶低同埋否定咗佢哋喺屋企幫手或者存在嘅意義。因為好多事情佢都要了解我哋嘅生活方式啊嘛，所以我會當佢係自己人咁咯。好似離鄉別井咁樣，有冇親人喺身邊喎？另外佢個工作環境你見都會成日喺屋企裏面，譬如假期嗰啲好似冇自己嘅空間咁，所以我諗我都會關心佢哋咯。咁媽咪老咗，爸爸老咗之後，我哋需要有人照顧佢，都有請工人啦。喺我細個到我應該到我35歲之前啦，我都冇工人㗎，從來未使過工人。咁所以我冇呢一啲其他人嘅存在㗎，即係喺我屋企。由年輕到年老，雖然只係數十年嘅光景，但係就有數之不盡嘅轉折。好似桃姐嘅一生，每一個路口都係高低起伏嘅十字街頭，一切都要切身及地，你至會揾到最真實嘅答案。對老人院嘅印象啊，唔係咁好啊，好似好恐怖咁啊！老咗啊，絕對唔會去老人院㗎，聽到未啊仔？我曾經喺老人院做過1年工作，我好怕去老人院，我老咗我都唔想去老人院。如果對屋企人負擔咧，就算我去老人院都唔開心，我都冇問題嘅。好似好凄涼嘅感覺啊！雖然裏邊好多老人家喺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老咗得翻自己一個，咁迫於無奈我都要住老人院嘅。我聽好多人咁講啊，包括我自己都係㗎啦。我哋唔怕死，最怕老。咁點解咧？特別喺香港嗰個環境啊、福利啊，都我哋知道都好差啦。咁同埋年長嘅人，佢哋需要嘅唔係物質咁簡單，係需要一種關係、一種尊敬、一種愛、一種嘅關心同體諒。其實有真人真事係好嘅咯，因為你所有啲嘢都係真實嘅，咁都話真實嗰啲嘢係比假嘅嘢仲加出其不意㗎嘛。將你哋嘅，我哋拍翻一啲香港環境嘅戲咧，可以作為一個社會實況嘅一個 record。我哋好少拍老人為主嘅戲啊，香港其實係好少，幾乎冇嘅。因為老人問題係全世界嘅問題嚟㗎嘛，中國人對老人家同外國人又唔同㗎嘛，所以將呢個面貌拍俾觀眾睇，我自己覺得係好有價值㗎咯。特別而家香港人口老化啦，我哋點樣去面對一啲年紀大嘅一輩嘅人，佢哋點樣相處啊？咁我覺得個信息非常之好嘅。人老咧對我嚟講咧係可悲嘅。因為好多嘢係力不從心㗎啦，咁以我嘅性格嚟講咧，我中意係自己跟住嘅，所以我會訓練一個外傭啦嚟照顧我自己。其實而家嘅人已經即係好有準備去迎接老年㗎啦，我覺得。我又唔係好怕老同埋死亡嘅，但係我亦都好希望自己能夠健康咁繼續生活落去。能夠照顧我屋企人。人生必經階段，都生老病死就必然噶嘛，即係冇人能夠逃得過呢個問題嘅，所以咧老嚟都要接受嘅。其實老年並唔可怕嘅，最可怕嘅係人千方百計去逃避年老。其實我喺老人院嘅生活咧，係比普通嘅香港人多。因為我以前係每年都會去幫佢哋剪頭髮啦，所以老人院對我嚟講唔係一個陌生嘅地方嚟。走入一個年華老去嘅世界，以為只有一片夕陽落日，
但係原來都會喜出望外。喺呢個戲裏邊，我自己去到老人院咧，其實係好自在嘅，即係好舒服嘅，即係你見到好多唔同嘅老人家，其實一路我都喺嗰個環境生活嘅，就係因為我想希望多啲人好似我咁，所以呢部戲嘅出現咯。隨住土姐嘅故事足跡，我哋走入佢晚年嘅寄居地深水埗。深水埗我中意呢個社區，因為可能係我自己都屬於上一代嘅人咧。深水埗係即係成個區都好懷舊嘅，即係唔止係building上，連人嗰啲相互關係都比而家啲社區唔同嘅咯。即係譬如你去老人院咁嗰啲人，即係你直覺就覺得佢哋比較上有人情味嘅。當你去探孤兒院嘅時候咧，你會諗未來，我為佢未來做啲乜嘢？當你去參加老人院嘅時候，去參觀老人院或者去見老人家嘅時候，你應該及時俾啲咩佢咯？你唔知佢幾時會離開你。你希望佢餘下落嚟嘅日子感受到大家對佢嘅關心，咁所以其實有好唔同嘅表達方式，所以希望啲年青人啊，咁佢哋會盡快俾佢開心，今日開心咪開心咯。即係可能有啲人血壓高唔食得肥豬肉啊，咁你唔逼佢一個月唔食，咁但係久唔久你俾翻一嚿佢 OK， 唔係即係醫生都唔會反對嘅情況底下，你可以有啲俾翻一啲覺得，等佢哋覺得自己喺嗰個時間裏邊生存都有價值。終於我笑啦！我搞成個戲，阿婆婆同阿彪隔一個位。婆婆幾多歲啊88。 88歲，你真係俾人睇下，真係邊有咁後生嘅88歲？係咩？係啊。張相影得好啊，真人大啲。冇錯，你親密啊！我拎到翻俾啲細佬哥啊，好好笑啊！連我新抱好埋笑啊！個新抱跟咗一日啊，喺嗰度1點鐘嚟到你㗎啊！多謝晒嚇！精神咯嗬！多謝晒啊！老人家對我嘅感覺，我自己覺得好特別㗎，因為唔知點解我同佢哋嗰個距離好近。我只係好想同所有年青人講，所有嘅老人家曾經都好似我哋一樣年青，但我哋年青人未必可以走到佢哋嘅年紀，所以我希望年青人珍惜自己，亦都珍惜佢哋。土姐嘅生活揾唔到豐盛嘅繁華，但係佢依然為存活而快樂。就算走到盡頭，仍然滿載住生命嘅餘溫。我覺得世界上每一個人嘅故事都會係好精彩嘅。任何一個人喺佢生命裏邊發生嘅事，對佢嘅影響，同埋可以警惕到其他嘅人啊，或者全世界當睇到佢嘅故事嘅時候，每一個人都可以喺佢哋身上高揾到一啲嘢，學到一啲嘢。咁佢哋嘅故事，我自己喺裏邊深深感受到嘅就係話，嘗試去揾一個人愛啊，我覺得你會覺得你自己生命更加有意義同埋重要。我唔知道咩叫生命，但我淨係知道，生命對我哋嚟講，我哋無論點樣都好，我哋都要開開心心咁走完佢咯。萬物總有自己嘅軌跡，每個人嘅來去都有一定嘅安排。但係如果你嘅嚟到係為咗離開，生命就只會係一場遺憾。我好多憾事㗎，只不過希望自己能夠醒目少少，唔好喺餘生咧做咁多令自己後悔嘅事。淡淡嘅一生，淡淡嘅微笑，
係土姐可以為身邊人帶嚟最深嘅一切。無憾即係唔會遺憾啦。我諗做人最重要就係選擇自己做嘅嘢、喜歡嘅嘢。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而好清楚做到選擇咧，無論個結果係啲乜嘢咧，都唔重要啊。所以我覺得無憾人生係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嘅。咁如果仔女佢哋都唔到你理嘅，佢哋已經有咗佢自己嘅好嘅事業，或者佢喜歡嘅工作，好嘅感情，咁啊對作為一個父母嚟講已經係無憾啦。對自己嚟講，唔係一定要點樣叻啦，覺得自己做緊一樣自己喜歡嘅工作，又可以賺到錢維持而家咁嘅生活，咁已經係無憾噶啦。承受令人沉重，接受令人安然，放低執着，可能就係你最大嘅依靠。嗱，我個字典入邊咧就冇個老字。今年我年紀已經唔細，我覺得只要身體健康嘅話，同埋每一樣嘢你係用好多個角度去睇，咁你就會覺得人生會好快樂㗎。即係我成日覺得我過每日就覺得自己係過最後一日嘅，而我過完呢一日，我覺得我冇嘢唔開心嘅，冇嘢係爭人或者係冇嘢係未做完嘅咧，我都係講個無憾嘅人生咯。無憾這兩個字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個人認為，因為我也到這個年齡了，我覺着，一個人對工作盡力了，對家庭盡力了，我覺得心裡就很踏實。我也是有老有小的，所以呢，自己在做事的事情也很辛苦。但現在走過來以後，家庭都非常好，自己在工作上也有一點成績，我就覺着這時候一邊可以慢慢工作着，一邊也要享受着生活，我就覺得這樣是無憾的。對於無憾的這個事情來講，我覺得可能是我比較悲觀，我覺得可能人都是會有憾的。無憾，我覺得無憾人生可能是每個人的一個目標，或者是自己對自己的一個期許。但是有憾其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為不可能任何事情都會接近人意，也不會每一個理想都會付諸實現。可能更多的時候是你付出了並沒有回報，所以對於有憾，我覺得其實只要是心安就好。那無憾人生，希望可以有這樣的人吧。沒有也沒關係，因為大家都一樣，都是有憾人生。其實有憾同無憾嘅差別，唯一嘅答案就係喺你嘅心裏邊。打開心情，陽光自然就會照到你嘅身上。首先，我好想同大家講，可能係一路落嚟，每一個人都經過以前或者可能我自己嘅態度或者報章上高唔同嘅，都會覺得，咦，佢有好多嘢要追求啊，或者咩咁。但係我只係好想話俾你聽，即係你問我我仲可以講俾大家聽，我有乜嘢憾事咧？我冇。咁但係點解會冇咧？其實只要你無求就冇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無求同無憾係扣得好緊嘅。我覺得其實我覺得真係大家都算係咁啊，即係人人都好落力，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值得大家無憾啦。有人話，人嘅前半生係加數，後半生係減數。人生出嚟，拳頭緊握，希望掌握一切，找到一切。人死嘅時候，雙手放開，手中空無一物，冇嘢可以帶走。呢個時候係遺憾定係無憾？對陶姐係嘛？你安樂我都安樂。陶姐同 Roger 嘅故事，就如潛藏喺人心底入邊嘅真善美。
我哋相信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土者。我覺得每一個 project，我哋都會有一個目標，而呢個目標我唔知道導演係乜嘢，但係我好希望可以同佢一齊達到呢個目標。只要許鞍華唔覺得遺憾，我就冇遺憾。兩大巨星細膩演繹，延續30年母子情緣。我同佢真係接近親人㗎啦。香港永明金融120週年呈獻《土姐》電影製作特輯，下星期日晚11點翡翠台。真係好睇，好。